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斗阵行》。台南斗阵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今仔日要介绍的是经发局，要讲的主题是阳光电城。咱知影吼，科技进步，互咱的生活变甲非常的利便，但是呢，嘛造成真侪困扰。比如讲科技所带来这环保啦、污染啦、二氧化碳的排放啦，那么地球的暖化，这拢影响到咱的生活。那么最近这几冬呢，大家拢对着这环保已经有一个认识嘛有意识。而且呢，咱市政府其实因嘛有正视的这个问题，因为咱知影这科技的进步那么如果咱若是无对着这环保佮加强去正视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以后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会更较严重那么咱台南市政府自从市长黄伟哲上职了后，其实呢，伊对着这环保啦也是讲对着这一寡咱即马要介绍的这阳光电城的这个计划呢，伊拢真积极咧推动那么伫今仔节目当中呢，咱邀请到咱台南市政府经发局主秘王俊博主秘来到咱做伙探讨这个议题。咱即摆先邀请主秘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主秘你好，是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咱讲的这阳光电城2.0当然2.0之前还有一个还没有2.0，还是没有升级那么伫这个当中我知影讲咱经发局家都努力拍拼。因为市长也足重视这个问题伫伊上职了后，当然伊也足认真咧推展啦咱经发局家对着市长的脚步足认真在拍拼。伫这个当中阳光电城可能有人还不是很熟悉，无了解什么叫做阳光电城，是不是请主秘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是，咱知影即马全球都有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嘛对因为有像刚刚咱主持人有讲到。这个会有这个全球暖化，还有就是温室效应的问题所以这部分目前全世界的政府也都致力于这个节能减碳啦咱其实咱台南市政府伫10年前县市合并之初我们是有看到这个趋势啦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低碳绿能来做我们整个台南市一个推动政策的主轴所以咱伫民国18年的时阵我们就有成立这个所谓的阳光电城计划那所以会成立阳光电城计划就是讲咱希望讲可以透过这个再生能源的一个建制啦因为再生能源有很多种，包括这个太阳能啦、风能啦、生质能等等咱经过评估以后呢，因为咱发现讲咱台南有一个日照的优势对咱台南的日照优势它平均每年可以达到2181个小时这是咱台南在咱迄个台湾的一个各县市当中，日照时数可以说是最长的啦所以这是咱一个先天的优势另外就是讲我们在整个一个绿能的相关的一个厂商也达到了273家这可以说是具有这个绿能产业的一个群聚效果啦这是来第二个优势第三个就是讲我们后来也有定一个所谓的低碳城市自治条例咱伫在民国1801年的时阵，咱个来制定这个条例那这个条例嘛是伫咱台湾各县市当中，我们是第一个来定的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自治条例的定来作为我们推动这个阳光电城的一个主轴跟一个相关的一个法令的规定那当然咱整个推动的方向有包括所谓的屋顶型跟地面型的太阳光电的设置就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些太阳光电设置之后，给咱咱整个台南境内整个再生能源迄个用电量的比例提升让我们整个台南市塑造是一个阳光电城的一个意向当然咱黄伟哲黄市长108年上任以后他对这一块也是相当的重视啦所以他也提出了所谓阳光电城2.0的计划就是希望说可以在加速扩大整个一个太阳光电的建制把我们整个一个台南的的一个意向阳光电城的意向可以把它凸显出来是。那么推动这个阳光电城的这个计划当中这么长的时间也经历过一些可能
有一些困难啊，或是一些挫折啦，哈，这么长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所经历的过程？是，当然咱要推动这个阳光电城一开始吼，唔是遐好杀啦吼，因为这毕竟吼咱。较早咱讲实在，这是一个新的物件啦吼。啊，咱近几年用电，讲实在，我们的电价吼，跟全世界相对比起来，并不是那么的贵，也相对比较便宜哈。所以大家就感觉讲啊，我可以用一般的电就好啊，我想办法来个建置这个太阳光电哦。但是我们既然说这个低碳城市是我们整个台南市的一个市政目标，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那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健全，而且是可以宣导的部分呢，尽量把它做下去了哈。所以，这几年来，我们是透过很多的一个包括推广的一个宣导啦哈，还有就是说一个法规的强制，可是我讲要讲诶，我们订定这个低碳城市自治条例，那另外我们也有成立单一窗口哈，来协助民众，就是说怎么样去设置这个太阳光电。台湾这几年来呢，我们市政府其实也都有编列相关的预算，来补助这个民众或者是厂商他们来建置这个太阳光电的费用。另外就是讲，我们也会协调一些银行哈，在办理这个太阳光电的时候，可以请他们的专案来做一个融资等等。像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一个推动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推动策略跟做法啦。就是讲超商互伊方便啊。是。那么就是讲。还拄啊像咱主秘咧讲啊，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当然啊有一寡吼挫折，也是讲吼一寡可能要沟通，有时候民众无了解啊吼。但咱想讲咱以前想要方便啊，咱去买物件，塑胶袋我摕了就行，我咱用啊足欢喜的吼。啊，可是咱即马了解啊，这塑胶袋造成的这个环保的问题是足严重的。所以吼，民众了解了后，他们自然而然家己会内化。吼，咱出去买物件的时阵，就减少用这个塑胶袋啊。吼，啊，当然这种也有一个规定，伊的迄个算讲，互大家去了解了哈。在这个尝试这个。还没有建制起来的时阵吼，拢有是一寡吼这个冲突哈。那么咱的这个阳光电城哈，当初要开始的时阵吼，可能嘛是民众无讲介了解啦吼，可能无定着吼，我爱开个钱搁较济啊，吼，啊是讲我想要遮麻烦，我都有用电很好用的，好多人主秘讲的啊，我想要就遮麻烦，但是咱是未来性呐，哦，咱的这个计划就是一个未来性，希望讲咱以后的生活吼，无因为吼咱即马的这种。乱使用资源呐，是讲吼，这个能源去浪费啊，造成吼咱的环保的这个问题。伊其实到尾啊，伤害拢是甲咱家己的健康啊，或者是讲甲咱人吼有直接的这种伤害啊。但是呢，可能就是讲以前无了解到这个层面的时阵啊，大概就是盲目黑白去使用这个能源哈。那么咱即马。算讲政府啊，知影讲，这个问题哈要赶快解决啊！解决这当中就是开始哈有这个计划啊，这个计划当然一开始民众啊，无讲介了解啊，民众无讲介了解，咱就是爱靠沟通哦啊，沟通就是一件智慧哈，这就是爱客气政府的这个地位啊哈。那么我知影讲哈，咱。黄伟哲市长伊就职了后，当然啦，伊也是就大力的推动了哈。那么在这当中，这一年下来也有一些成果了。是啊，好像说咱这个阳光电城啊，得到什么国际低碳示范城镇的金质奖的这个荣誉哦，所以106年的时间。哦，这个是以前的哈。那么可见啊，咱咱的这个单位哈，大概拢真认真哈，咱经发局也做认真咧推动啦哈。啊，市长就职了后，我咧想，伊希望讲让它更好啊，成长更多，是不是在这方面哈，嘛跟咱分享一下，咱市长接任了后的一寡成果。是，咱迄个黄伟哲市长伫108年上任以后吼，因为咱这太阳光电是我们一直持续推动的一个重点嘛吼，所以咱就像做主持人讲的吼，伫推广的开始吼，这真正是不好推啦吼，所以我嘛办这个说明会。那经过这几年下来，其实哈，在整个推动上，其实民众在这方面的认知都已经比较清楚了啦。所以，我直接要给大家做一个补充，就是讲，我前都有讲过吼，讲咱市政府吼，较早逐当啊都会编迄个相关太阳光电的补助吼。啊，咱迄照你讲，咱是会当好1年的时间嘛吼。啊，不过到尾啊吼，我差不多到半当6月、7月时阵，阮这个补助金会可能用了。哦，你个知影讲，这尾啊，大家咧申请很热门哦。
那所以所以我们的推动也很成功啊。没错没错。那咱较早你推动的重点拢是这个屋顶型的啦，包括这所谓的那个阳光公社啦，阳光社区啦，个迄个绿能屋顶啦，还有这个农业大棚，个这个绿色厂办等等。108当那个黄市长上任以后，他就推出了所谓的阳光电城2.0的这个计划，所以我们本来预计在110年才要达到1 Giga 的设置量其实我们在108年的6月就已经提前达到了啦所以而且就是讲我们这个获得经济部的这个同意备案的这个量在黄伟哲市长上任这1年来就达到了981件，981件，设置量也达到了624 МW。这个整个一个成果都是跟107年同期比较是达到了成长了1倍啦，成长了1倍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推动的成果可以说是相当的丰硕。那这个624 МW 跟同意备案件981件这个跟我们过去8年的累计量相比也达到过去8年累计量的6成，所以那个怎样讲，我们光是108年这1年当中，我们推动这个太阳光电的一个进展可以说是非常的快我这都有一块资料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讲你个怎样讲这我们整个一个108年到6月底的一个已经达到1 Giga 的目标了那我们预计在109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到今年底的时候，我们希望说可以设置量再达到2 Giga。咱今嘛到109年2月为止啦我们目前累计设置量是达到1.36 Giga。所以我们未来在今年底之前，我们也会朝2 Giga 这个目标来做一个迈进。我想哈鲁我听咱主秘甲咱分享市场动算到今嘛当外这个时间，互大家嘛压力很大啦不过咱经发局也没有负众望啦就是讲嘛无互市场觉得泄气因为恁的认真拍拼互咱的这个成长这么那悬哈都我你讲的讲咱的一寡民间伊来申请迄个补助，7月份就半当的差不多申请了，所以咱这可能爱个加经费里面。对安尼适合在那个预算可以容许的范围内，我们去来看看。所以就是讲咱伫这个当中一寡企业是讲民间的这个团体啦因很踊跃啦那么这个当中我在想，因一定是感觉讲对你有帮助，他们才愿意去做这件事嘛嘛是讲咱的这个沟通很成功啦互因去了解讲这个有什么好处那么是不是跟咱分享一些案例？是，我想这个。好处不管是机关或者是对民间厂商他们其实都是有相当多的好处的我要举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来讲，咱家设太阳光电光是我们室内的温度至少就可以降低3度降低3度，你直接去开冷气的时候，你的用电量就可以减少了。对，比如讲你27度要开冷气，那你现在不用开了，对，就不用开了你电费自然就节省了，对不对？就降低了。第二个就是说以企业来讲因为你有设置这个太阳光电的话，因为外国的这些大厂他们都很重视你生产的碳足迹所以你如果设置这个太阳光电的话，他就会觉得说，你这家公司的一个形象是不错的所以这个对整个公司的形象的提升也是有帮助的。如果是以机关来讲其实咱台南市政府我们也是率全国之先我们有针对这个市管的一个公有房地有建置一个太阳光电的一个设置的一个招标作业要点那经过我们这几年的一个大力的推动包括比如讲你讲像区公所啦屋顶啦还是讲迄个活动中心啦警察局啦还是讲迄个公有市场个志宏池垃圾掩埋场等等我们都已经把这些可以设置太阳光电的地方都已经把它标注出去了那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以这个30区的区公所来讲他们所设置的量有达到这个10 МW大概有328件。那另外就是除了区公所以外的其他一个市府的机关，它所辖管的一些这个房地它的建置量也达到了这个37 МW，那设置的数量也达到383件所以这可以说是我们一个相当推动相当好的一个成果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数字拢记起来，背起来，我都一直对照，哇，你拢无顶答的。无讲唔对谢谢。
这个是咱我们37个区公所它所建制的一个建制量，就是有328处，那总容量是10 MW。你没有讲错，我都有跟你对照。对。另外这个是我们市府其他机关的一共有37个 MW，那建制量达到383件，大概是这样。对，他说如果咱主秘讲吸引很多的外资因为像那个什么 Google。有一些他们都来到，这个是我们的光荣对啊，起码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外国机构叫 RE100它就有做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目前全世界的一些大厂他们都有说在2050年的时候，他们要达到这个使用100%绿电的一个目标啦其实咱台南其实是一个科技重镇因为我们有这个台南科学园区嘛南科工等等，有很多一个高科技产业在这边所以我们整个一个多年来推动这个太阳光电的一个治理成效呢，其实也获得这个国际和平绿色组织评比是我们6都当中是第1名的这个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成绩那也是因为我们这样推动的成果，所以这个美国的一个大厂叫 Google。对，他也宣布说要在我们台南进行第一笔的一个亚洲的第一笔绿电交易，大概有10 MW。对，而且他也因为看好我们的投资环境，他也在去年宣布，就是说要在我们的安南区要再设立一个资料中心。对，就是来家他们一来的话，我们又多了这个就业机会。没错。好，所以这个我们经发局拍拼咱市长带动嘛市长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经发局跟随市长的这个脚步你要看这个影响到我们台南的经济，没错。这个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台南经济会跟着提升，会跟着飞扬那么我想咱今仔日讲的拢是这个太阳光电这是一种环保意识嘛这民众今嘛大家拢有这个意识啦只不过就是讲这个内容会越来越多，有的是咱了解，我讲说搞到我迄大家拢知啦像这光电说实在，它比较专业啦我们一般人要去了解就是只能大概了解个皮毛但是我们也不是专家嘛，免讲一定要了解讲做专业的但是讲我知影讲像这部分咱希望讲全民一起来因为这个环保的问题，这是咱地球公民每个人都要有的意识那么咱要安怎民众要安怎来响应咱的市政府像这环保啦、光电的这种议题。是，我直接去给大家观众朋友这些说明来讲，我们在推动这个阳光电城的时候，一开始都是以屋顶型为主啦咱基本上就是逐步把它扩大到地面型地面型可包括讲，比如讲我们的一些水域用地啦或者是盐业用地啦或者是垃圾掩埋场还有就是一些绿能用地跟绿能设施等等这个就是要把它做到地面型这边过来那除了这部分呢，因为那不管是做屋顶型或者是地面型较早大部分都是爱民众你爱家己出资你也讲资金无够，你就是去银行贷款咱即马伫迄个民国107年那时候呢，因为整个一个中央的政策是希望说我们整个一个再生能源的一个占比跟推动的量可以再提升所以他就有推出了一个所谓的绿能屋顶全民参与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其实原则可以讲这是让民众零出资政府零补助的这个原则来做这个进行可以讲你民众你也在把你的厝顶你出租给这个营运商，他们去做营运这个营运商他们会帮你营运维管20年咱会当个至少可以获得这个10%的这个趸收费率的这个回馈金咱来讲以民众咱一般来讲咱30坪的厝顶来讲啦大概可以设置10 kW你每个月大概就可以拿到650块的回馈金这就是所谓绿能屋顶全民参与的部分好，咱讲到这个所在因为他说咱主秘一直在介绍的这个阳光电城我想要想象，唔知影什么叫做阳光电城虽然咱底下介绍要做详细但是咱实际民众看这个影片，或许他们了解的会更透彻咱今嘛先来看这个影片。
节能减碳已是全球的课题，太阳能发电是相对最洁净的能源。台南市一年日照时数超过2000小时，并且拥有日照充足、产业链完整，市府成立单一服务窗口、中央5+2产业创新推动方案4大优势之下，台南市政府以5大屋顶型推动项目，在2012年时率全国之先，首创台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条例，强制经常用电容量达800 kW 以上用电大户需设置契约容量10%的太阳光电系统，以减少大量用电对环境造成的冲击。2017年，台南市除了持续推动5大屋顶型项目，更扩大推动盐业用地太阳光电专区，不利农业经营农地设置绿能设施，浮动式太阳光电系统、垃圾掩埋设置太阳光电、渔电共生等5大地面型项目。为了开发再生能源，配合中央政策开发闲居用地，利用七股将军区将近214.5公顷闲置盐滩地，以不影响生态保育为优先，将作为太阳能光电专区。利用台南市辖垃圾掩埋场闲置空间推动太阳能，不仅解决土地取得问题，也兼具环保与绿能。除了地面型发电外，水库、埤塘、志洪池等水域亦可作为浮动式太阳能发电系统。太阳能板在水上有助于散热降温，能减缓水资源蒸发速度。其实志洪池设置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把这个闲置的空间再做利用，那达到一地两用的这个状态。那它平常下雨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达到它原先的蓄水的功能。那晴天的时候，它就是利用太阳能设施做发电。我们在柳科设置了高达4.5个 megawatt 的太阳能模组，它的模组设置量大概约有13000多片。目前它的发电量可以达到预先设定的1年大概有620万度电的这个发电的效能。台南市政府利用辖内的11处水域空间来设置太阳光电系统。其中呢，有2处志洪池就位在市府经发局所开发的树谷园区里面。我们在不影响原志洪功能的一个前提下呢，选用专业浮动的设计，设置5.15 megawatt 的浮动式太阳光电系统，每一年呢可以创造640万度的发电量，是台南市工业区第1大座浮动式的太阳光电系统。那雪面型的就会用本来已经有那个地。没有用到的地，雪有一个 cooling effect， 所以那个太阳能板从可能12点到2点下午，它就会比较热嘛，因为它比较多的电，所以它会比较热。那因为那个雪它会帮那个模组比较凉快一点，所以它会发的比较多。为配合中央推动绿能屋顶全民参与，动员区公所、里干事、里长、社区及社区发展协会等盘点各区浅市屋顶，并择定新市区为本市绿能屋顶区域营运商遴选示范案，期望借此带动民众设置风气。那裕恒能源响应台南市政府的这个政策，我们加码能够做到6个 megawatt， 以一家家户平均大概5 kW 的这个设置量。可以供给一家家户用电使用的这个设置量来看的话，6个 megawatt 是可以供给1200户的住家的用电量。6个 megawatt 能够达到大概400万吨的这个减碳量了。那400万吨呢，相当于大概4个大安森林公园的一个减碳量。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在台南市新市区这边能够做到的一个目标。未来要推展这个全民绿屋顶是非常的有信心的。台南县市合并以来，阳光电城推动至今成果丰硕，也获得各界肯定。在2018年最新一期的统计，台南市在太阳光电同意备案件数与装置容量皆为全国第1。这些成果呢，也获得 APEC 能源的智慧社区所倡议的低碳示范城镇金质奖，以及全球 Top 7智慧城市的肯定。绿色能源是推动低碳城市目标应兼职的一个价值。台南市聚焦在推动阳光电城计划，企图打造绿能、热火、低碳宜居的台南市。绿能发展与应用已成为全球趋势，加上台南市在再生能源发展上有诸多优势，让台南在这波绿色革命中缔造佳绩。不只以低碳城市为迈进，更希望能将节能减碳绿色生活融入市民生活中。拄仔看到这个影片了后，我相信咱民众呢对着这太阳光电啊应该有较深入的这个了解继续我要请教咱主秘，就是讲咱这成果啦从第1年到现在9年嘛是不是跟我们的乡亲朋友做一个报告好吧？
我正早甲来乡亲朋友做报告，讲咱这个阳光电城计划是民国100年就开始嘛吼，所以到109年109年的2月为止啦吼，差不多要10档的时间吼，我们累积的一个同意备案件数已经达到6559件，那刚才有跟各位提到，就是我们的设置容量也达到1.36 G 啦哈，这个相当于是可以19.7亿度的一个年发电量哈，也相当于就是说6.3座正温水库电厂的一个年发电量啦哈，那当然这个发电量，按可能干嘛来供吼，你别干嘛这具体，我们把它转化成就是说，这个大概可以供给48.4万户为一个年家庭的用电量。咱台南市拢总有几号？咱台南市差不多有应该差不多有8、90万有啦。那也是占了一个比例了。对，占了一个比例。因为咱那个继续发电就可以嘛。唔对啊，所以而且咱这个减碳量每年也达到93.8万吨。这一个概念就是讲，差不多是2885座台南公园年减碳量。那因为这样累积着这样的一个太阳能的投资额也达到了654亿，所以说这个成果可以说是相当的丰硕。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在过去这样一个优良的基础之下，我讲要给您大概观众朋友报告过的讲，我们希望在109年的年底，再达到设置量可以达到2 G 港，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跟目标。拄啊，主秘在讲啊，比如讲排放量什么货，我听到你对迄个数字，你嘛感觉讲，不知道。可是其实伊拢直接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甲咱的这个周遭的环境，其实伊拢有息息相关啦，那么慢慢，咱就会感受到讲，这环保，咱是向前咧行的啦，咱没有倒退啊，因为这环保若个唔做真的是大家拢会做烦恼，咱即马可能袂烦恼，但是咱的子孙爱烦恼。咱每一个民众拢是听子孙的啦，无人讲家己的子孙，咱即马甲咱欢喜过，后摆子孙都去黑白过。咱拢希望讲咱的这个环保是愈行愈好啦那么最后就是要请教咱主秘，就是讲未来啊，咱这个阳光电城伊的目标还有计划。是。你的目标可是讲，我们当然是1 G 已经达到了嘛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在109年底，我们再达到2 G 的一个目标啦另外就是说，我刚刚也有跟各位提到，但市政府每年都有编列相关的一个预算补助来补助这个民众设置太阳光电那较早迄个补助设置太阳光电原则上都是说，你那个民众设太阳光电之后，你把这个灯没有台电嘛对。那么未来呢，也是希望说，民众可以朝这个所谓的自用型跟储能型就是讲，你设太阳光电，你自己发的电，你自己用。后摆就唔免交电费。对，你家己用就好。另外可以讲储能型的，可以讲我们也鼓励你去建置这个太阳光电的储能设施。你即马电你也在捡起来等到你要用的时阵，你有需要用的时阵，你就可以从这个电池里面把这个电拿出来用。所以我们在今年度的一个补助计划里面，也会特别增加这一块。所以这部分的迄个补助金呢，也会跟以往比较起来会比较高。这个也是跟大家听众朋友甲做一个报告，你若有兴趣的话，等阮这个计划讲出来以后，大家会再来申请。是，今仔真感谢咱主秘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甲咱介绍咱台南市政府最近这几档咧推动的这个绿能的这个计划啦尤其是咱阳光电城，自从市长黄伟哲伊就职了后升级2.0那么好多咱主秘嘛甲咱介绍一寡成果啦我相信呢，伫咱市长的带动搁有咱经发局家人拍拼跟随着这个市长的脚步，我相信咱的阳光电城搁有咱台南市的这个绿能的这个产业，是讲这个环保的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好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今仔日嘛感谢咱主秘来甲咱做遮尔详细，互咱对着这阳光电城以前可能不太懂，今天透过咱主秘的这个介绍，大家会熟悉，会更加深入啦谢谢主秘嘛，感谢咱乡亲朋友我们下次见，谢谢。